进得拥有改善问题的灵力。请庄牧师。所听的兄弟大家平安。伫咱要做伙来读圣经、领受圣经的信息进前，咱搁一摆动心来祈祷。主啊，你的奴仆将心中所有的感动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会中，除去所有搅扰阮伫敬拜中间搅扰的黑暗的关系。想使阮众人有敬畏上帝的灵，佮欢喜听叹你的教训，互你古早日所讲过的话，今仔日互阮正确来听见。主耶稣，这是阮对你的恳求，愿你成就伊。愿咱的恳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今仔日的圣经是牧师为咱来带导，求天父上帝，互咱的家庭对咱的长辈一直到逝世，拢真做一个有智慧的家族。因为人伫人生中间，无人无拄到问题。其实整个人生，咱拢是伫问题中间咧成长。有时咱伫问题中间受伤害，但是有的人就是有能力伫问题的中间来转变，互危机变做机会甲转机。愿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兄弟姊妹，真做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因为这世间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制造问题的人，一种就是有能力通解决问题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有智慧、有能力、有圣经的信仰的原则的人，真做有解决问题的人。今日牧师的题目叫做拥有改善问题的能力。读国语较清楚，因为读台语是安尼讲，有改善问题的能力。牧师特别用能力、属灵的能力、属灵的开展，伫台湾话能力甲属灵的能力，听起来同款。一个基督徒伫咱的一生中间，咱面对问题的时，什么是咱的态度？什么是咱的行动？什么是咱的原则？牧师先甲咱分享结论：基督徒做人处事是有原则的，恁同意无？当然啦，做人莫有原则，要有态度。但是牧师今仔要讲的结论足简单：信望爱。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这三项。处理人的事、处理上帝的事，拢是用信仰的原则。恁同意吗？所以解决问题，当然问题有当时是出伫咱，有当时是出伫对方。问题有百种。今仔日牧师所要讲的问题，其实是咧讲起家庭的问题，甲教会共同生活的问题。伫这个世间有真多问题，所以科学家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伊针对人的欠缺的问题、科学的问题，一世人的研究，伊解决的问题会当互人得到祝福。医生嘛有拄到一个这种的使命，就是一个半病、一个流行病咧流行的时阵，到底什么原因？医生最大的原因就是找出来迄个问题，咱咧讲认识问题、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基督徒咱伫共同生活中间，是一项无简单的事。就亲像家庭的中间，常常有婆媳之间的问题；教会嘛有人甲人中间情绪的问题。但是咱的教会中级甲牧师做伙伫2年前读一本册，迄本册叫做《当我们同在一起》。现在可能捌听过牧师讲这个故事。咱做伙将做一个大家庭，毋是一个简单的代志，但是是一个神圣的代志。迄本册册名副题：
当咱同在基督徒做伙生活的时阵，其实是一项神圣的代志。伫家庭内底嘛是安尼。所以你姊妹，今仔日的以赛亚第11章第2节第3节，在一章咧讲起敬畏上帝的人就有6种的能力。今仔日的经文牧师会解说会分享，兄弟甲背起来，做你的祈祷。你常常用这节来祈祷，因为这节的祈祷会帮助你的家族改变命运。有的家族顿顿，有的家族真敏锐、真巧气。然后上帝相信存在，咱的家族会叫做一个有理有智慧的家族。巧气，不是死气的巧气啦，真灵巧，真有上帝的灵的智慧在咱的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以赛亚11章第2节第3节拢是祝福。伊讲，若有敬畏上帝的心的人，因看代志、处理代志，不凭眼见。因为真侪人是眼见为凭，对吧？但是实际上，伫人类的生活中间，常常有一种眼见不为凭，就是讲你看到的无一定是你所看到的，你听到的嘛无一定是你所听到的。兄弟，你同意吗？愿天父上帝伊的圣神伫今仔日帮助咱兄弟姊妹，你若愿意，你甲上帝讨讲，主啊，我虽然是一个真平凡的人，我嘛毋是一个真悬的知识教育的人，但主你若愿意，你的圣神若伫我的内底，你就互我真做一个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有一个我真爱的牧师，伊会讲道讲，主啊，求你赏赐我勇气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事。主啊，赏赐我平静的心去面对我袂当改变的事。恳求你赏赐我智慧。去判断，什么是我会当改变，什么是我袂当改变。有的代志，有的问题是出伫咱怪别人；有的代志是别人的代志，咱怪家己。原有主，再有托，对无？兄弟姊妹，咱来清楚知影问题的原因，毋通将别人的问题摕来对号入座，嘛毋通将咱的问题去怪别人。咱若带着错误的傲慢偏见，咱看别人永远嘛会袂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圣神，将以赛亚上帝所讲一句话，这嘛是今仔日牧师将我家己的祈祷、起头的祈祷，真心中写落来。我甲上帝讨讲，主啊，伫你早前所讲的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互我所听的兄弟姊妹有帮助，正确了解圣经的话。所听的姊妹，愿上帝圣神甲咱三合伫底，因为有能力通解决问题。其实，伊就是将一个困境，该转变，加做祝福。拄则牧师咧讲起信望爱3个原则，我只有讲到信仰的原则。第2个原则是祝福人的原则。梦是什么？当咱拄到问题时，咱用带予对方祝福来做解决的原则。也在这真无共款。咱若解决问题是为着要清算、要讨公道、要爱互伊得到假释。甲我讲，主啊，通过这个问题，互伊也受祝福，互我受祝福，做法是无共款。恁同意吗？当咱若带着祝福别人的态度的时，咱面对问题，咱就较少会争执，较少会攻击，较少会伤害。因为上帝要通过咱讲造就人的话来帮助人。所以解决问题，第1个原则就是信仰的原则；第2个原则就是带予人祝福的原则；第3个原则就是爱的原则。伫保罗咧讲起哥林多前书，伊讲我说书乃当讲天使的言语，说书我若有能力通讲先知的信心，说书我乃当有信心互山移动，但是我的心内若无听，我就袂当做算做什么。
圣经咧讲去解决问题第三关键就是怜悯，因为耶稣伫十字架顶悬，直到伊死，最后一口气，伊十字架顶悬，伊最后伊甲上帝讲：主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通过这个神圣的圣经的句句，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知影我家己有啥物问题。主啊，求你赏赐我圣心，互我有聪明，互我有智慧，互我有计划的能力，互我有解决的能力，互我有知识的能力，互我有敬畏上帝的心。现在这个祈祷真重要。你若常常即个的圣经为着你的囡仔祈祷，你免看入伊做代志无能力，因为上帝圣神若将这6种的能力放伫伊的内底，他就不会眼见为凭。伊会亲像上帝讲：我是一个监察人内心的上帝。而且你敢知影这句话重要是什么？观察入微。一个基督徒若咧看问题、解决问题，伊若会当无看表面、无听表面，伊才会当真清楚知影讲，原来问题真正迄个角啊，是透伫什么所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互我勇敢面对问题，因为刀片问题袂通解决问题。求你帮助我，用正确的方法来面对我所拄到的问题。设施这个问题若是我的问题，主求你赏赐我勇气、谦卑，接受我家己的问题，也去转变我内心的问题。人拢是伫问题中间来成长。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因为这个真理的光，因为这个信仰，咱的生命不再是旧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每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享受生命改变迄种的欢喜。咱甲主讲：主啊，我原本是一个真粗俗的人，但是你无爱我用这种的生活来互人看见我是一个基督徒。主，感谢你的帮助，人伫问题中间的成长。拄则牧师嘛有甲咱讲，其实问题有足侪足复杂的问题，有人际关系的问题，有经济的问题，有共同事务的问题，有灵性甲道德的问题。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内底最后的一段话，伊讲：上帝创造人是要互人有份，甲伊同工做管理的工作。所以人伫上帝的眼中来看是一个非常重要。兄弟姊妹，你若愿意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你当然开你的圣经伫第1页，伊就有讲到。牧师敢会当邀请咱以后若做礼拜，带你家己的圣经，带你家己的圣诗。你讲牧师啊，免啊，投影片拢变，无毋对。当你若起来，你有你家己的圣经圣诗的时，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常常会当伫迄个所在拗起来，该做记号，因为迄会留互你后摆你搁唱搁读的时，复习。建立真做你的观念的帮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但叫做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咧讲起人受所创造的时阵，有一个问题，就是人误用了上帝的恩赐。伫咧中间，咱的信仰的前辈，伊写这个信仰告别的时阵讲，人有科学的问题，人有经济的问题，人有社会制度的问题，人嘛有音乐的问题、艺术的问题。人有种种的这种的需要，但是人误用了家己的想法。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牧师要甲咱做伙探讨的问题无足深，这个问题就是共同生活。愿天父上帝伫咱今仔日做礼拜时，伊的圣神陪伴你，互你将你的问题
摕出来。圣经如果有讲到甲你的问题有相关的时，你甲上帝讨讲，主啊，这是我拄到的问题，我将这个问题交伫你的手中，主求你甲这个结，甲伊透开。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我会当搁伫恁中间无介久。保罗常常讲，耶稣基督嘛讲，我与你同在，不多时。但是我珍惜甲恁做伙，所有的时间，我盼望我做一个无亏欠的讲道者，将上帝的话真清楚甲恁分享，也愿恁甲恁的囝儿将来出优秀的后代。上帝互咱有智慧，上帝互咱有能力，也互咱会当解决问题。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因为人最大的困难就是看不清楚。常常来讲眼见为凭，但是眼见不一定能为凭。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唔知影家己有问题。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所以恁会发现讲，牧师，你有几啊摆的讲道拢甲今仔日的主题有相关。无毋对，圣经有当时一摆听，讲道有一摆听，咱无一定会瞬间拢了解整个迄个圣经内底伊原本全面的伊的意义伫咧。恁会记得第3回册牧师甲恁讲起，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恁会记无？人需要有自知之明，伊知影我是甚物人，啊，伊嘛知影伊伫什么种环境。所以就当采取正确的立场、正确的行为、正确的角色扮演。今仔日的圣经嘛是安尼的意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咧讲起人有问题，伊讲看见有看见，却未晓悟；听是有听见，但是未明白。真侪基督徒一世人伫教会出入。听爱听的，啊，应该改变的，永远无改变。可惜，基督教互人最大的祝福，就是生命的改变。像这，我阁讲一摆，耶稣基督所互人最大的祝福，就是生命的改变。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因为耶稣将一种尊贵的活命，要穿伫咱的身躯顶悬。当咱若将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编织的衫穿伫咱的生命顶悬，咱行到逐所在，人会眼睛为之一亮，会感觉，这个人社会地位也毋是足悬，这个人教育嘛毋是足悬，但是为什么这个人做人做事，甲人拢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耶稣所讲迄个理由有几种？第一，人血气上强；第二，人心中忽略圣神。上帝创造人已经受呼召做基督徒。咱的内面一定有圣神，但是偏偏是基督徒嘛拢有圣神。有的人欢喜听上帝伫内心中间良心的提醒，但是有的人皮听是有听见，但是无愿意听。第三，就是罪的典范。今仔日伫礼拜第的祈祷中间。牧师恳求天父上帝的圣神，除去所有伫咱会中对兄弟姊妹的教教，因为罪就亲像咧贴砖啊，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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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咱细汉到大汉，罪贴出一个围墙，阻挡伫咱甲上帝的面前。有时咱无意中，咱毋知影，咱感觉是做小可的小事，但是一块一块一块的砖啊，久来
伊会伫咱甲上帝的面前做一道墙，抵到咱看袂到上帝。亲爱的姊妹，罪是什么？恁会记得几礼拜前牧师甲恁讲，什么叫做邪恶？邪恶无存在，是因为伊欠缺良善。恁会记得迄句话吗？什么叫做黑暗？黑暗是因为无光。什么叫做罪？罪就是无有上帝的义踮伫伊的内底。圣经中间咧讲的罪，英语甲翻做 sin sin， 甲一般咱咧讲的法，即个咱咧讲的伫法庭咧讲的迄个罪 crime crime 无共款。所以圣经咧讲的罪，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破裂。圣经所讲的罪，就是人的心内无上帝的良善，无上帝的义。当一个人若无上帝的良善甲上帝的义的时，咱做代志甲解决问题，常常会用圣经用血气。但是当一个人会来心内有上帝，伊的灵踮伫咱的内底，兄弟姊妹无勉强，因为咱知影什么通做，什么无通做。上帝互咱做自然的，咱会用上帝伊的方法，用上帝伊的慈爱，用上帝伊的良善来做咱该做的代志。但是有一种人，因袂堪得领受，这就是耶稣讲的：自高自义，自以为是。这种人无救。但是耶稣不是气杀这种人，耶稣讲，只要这种人，伊若悔改，也有救。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到噩梦的声音，为着上帝的祝福的将来。愿天父上帝今仔日，伊的圣神邀请你，踏出改变的第一步，踏出改变的第一步。第一步是安那？第一步就是徛停停，恭敬，甲上帝讲：主啊，我伫遮，我愿意改变。兄弟姊妹，这就是基督徒的第一步。当咱在上帝的面前恭敬讲：主啊，我伫遮，我想要改变，但是我做袂来。兄弟姊妹，奇妙的代志要发生，咱的主耶稣要甲你揽呢。伊讲毋免惊，无遐尼困难，因为我要帮助你。兄弟，你愿意吗？愿主祝福咱大家，后即咱3件的事，咱发现对方的改变。梁牧师啊，你即礼拜特别甲拜拜啊嘛，也袂得啦。后礼拜咱也过3见面，但是对即礼拜到后礼拜，咱有一段无生活做伙的时间。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细字听，细字行，斟酌听。牧师捌甲恁读过一句圣经，这是写伫传道书第5章第1节。伊讲：咱来到上帝的圣殿，爱谨慎咱的脚步，爱静静恭敬来听。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祝福咱在座亲爱兄弟姊妹，每一礼拜拢听到一句祝福的话，每一礼拜拢得到一个改变的决心。上帝祝福咱，不是荣华富贵，上帝祝福咱是各尊各贵，就是咱的生命本身就有上帝的荣耀，甲伊的圣情，甲咱三甲伫地。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个礼拜，圣神进入你的心内，亲像光，上帝的圣神光照咱的内心，互咱找咱家己的问题，互咱面对上帝所交代咱共同团体的问题。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赏赐我解决的能力。今仔日牧师邀请阮共读以赛亚11章第2节。主啊，
我要将这段话看作我一生旧约的原则。我要将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最后一句话：信望爱，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我将这两句的圣经当作我新约的原则甲旧约的原则。我要好好来思想这两段的圣经到底是心中的意思。哪想哪甘甜，哪想哪清楚。上帝要帮助咱真做一个当大人的基督徒。上帝要帮助咱真做真真实实的基督徒。兄弟姊妹，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受改变。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受改变。咱甲主讲，主照你的旨意。以赛亚在1章第2节安尼讲：耶和华的神，中文该翻作灵，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神啊，点伫伊就有智慧，有聪明，有策略计划，有能力，有财物知识，阁有敬畏上帝的心。人无能力敬拜上帝，因为人常常要是以自我为尊。独只有一个圣神的灵，将敬畏的心放伫人的内面，人才愿意伫上帝的面前讲：上帝，你真正是我的上帝。人因为敬畏上帝，人的生命徹底上無同款。所以，弟兄姊妹，咱做伙同心，做伙手牽手，咱做伙做伴。在教會的每一個共同生活的日子中間，互相造就，互這間教會真多上帝的記號，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以賽亞在1章第3節，伊講這種的人，因為敬畏耶和華來歡喜，因唔是用伊的目睭所看的來做審判，伊唔是用耳孔所聽到的風聲來做判斷。兄弟姊妹，願天父上帝賞賜咱有敏銳分析、判斷的眼光，不要眼見為憑，唔當攏靠風聲的。因為今仔日這個時代太濟網絡的信息，唔是干那網絡爾，人甲人中間相吹濟，開講。八句八卦543，有真濟時陣，咱所講的話道聽途說，搬來搬去，求主憐憫幫助咱，願咱的教會，願咱的家庭，願上帝佇逐時刻中間，互咱做伙共同生活的時，是無同款的。主幫助咱佇伊的面前，咱做伙來思想，共同生活到底是什麼？今仔日所講的聖經的信息，最重要是對咱家己開始；第二，對咱的家庭來開始；第三，到咱的教會。拄則牧師一起頭有問咱敢捌想過若有問題的事，咱第一個是對一個角度去看，咱當然對別人，攏嘛是伊引起的。但是咱敢捌看見問題是出伫我的身軀頂懸。耶穌講：你的目睭前有一條牛仔叉，啊，真好笑呢！你走去甲你的兄弟講，用穩我，甲你的草仔刺，就是你眼角讓這個草仔刺給摕掉。你捌聽過這句聖經無？這句聖經什麼意思？咱有問題的時陣，咱唔知咱的問題。聖經講有一個帕子，一條筋仔扎伫我的面前。人若有這種的偏見，咱就無能力通看清楚問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的自責是一個足神聖。我閣一解甲中職講，牧師甲教會送恁迄本冊，毋是要裝飾恁兜的書櫃了。
牧师真辛苦，若每一摆邀请恁读的圣经，拢是出伫讲道感觉无够格的所在。希望恁通过家己自我阅读。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嘛要甲恁讲一个题目，恁毋免读这本册，但是牧师伫今仔日礼拜中间讲的旧约的原则甲新约原则，甲今仔日的题目相关。咱正做得当教会一份子，是一项真珍贵的代志。互我选，我未来遮，我甲恁坦白讲，因为我起头是人伊比较袂顺，我毋是选择要来遮的。但是上帝，互我无选择，因为我的前辈牧师讲，上帝罗卜无选择伊要去的所在。吴文治牧师伊所讲。伊讲上帝罗卜无选择伊要去的所在的管理。牧师第一个选择，我甲那牧师伫新人医院祈祷讲，主，愿伊去平湖。其实阮选择是要去平湖，但是上帝真奇妙，有伊美好的安排。伊互我直接甲恁见面，伊互我直接甲恁熟悉。伊互我伫遮甲恁做亲人，但是佫较要紧，伊互我伫遮代替伊读圣经互恁听。所听的姊妹，愿上帝的话互人听见，迄是顶礼拜牧师伫讲道中间对恁所讲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迄是耶稣所做的。耶稣伫到伊最后要离开世间，还阁咧讲话互伊的学生听。记载伫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13、14、15、16。耶稣伫4章的中间，就是伊的讲道的内容。耶稣伫约翰福音的17章最后一章，17章，规章记载耶稣为着因的学生的祈祷。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是定心将上帝的话讲给上帝的百姓听。所以耶稣讲：不多时，无偌久，我要离开你。所以弟兄姊妹，生有时，死嘛有时，爱要及时。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就亲像腓立比的教会，今仔日读腓立比书，伊讲对头一日到今仔日，保罗看着伊腓立比的教会同心合意，建立上帝的教会。牧师引用这句话，是要感谢恁，嘛要替甲恁派所学乐。咱的教会长期以来有一个足大的特质，就是较少争论，较侪同心合意。但是保罗讲写这张批予以弗腓立比的时阵，是因为因拄着意见无共款。今日牧师无要讲迄段，但是伊写伫腓立比书的第4章最后。今仔日保罗伫起头的中间讲，所听的兄弟姊妹，恁着爱有判断是非，爱有认捌好歹的能力。今仔日的经文简单爱翻译是安尼。咱信耶稣，咱做礼拜，咱读圣经，最重要就是要建立这种的能力，明辨是非，能够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漂亮，什么不是不漂亮。愿天父上帝帮咱，咱伫今仔日的经文顶悬，咱甲上帝讨讲，主求你开我的目睭。保罗伫2000年前，伊所祝福腓立比的教会，嘛愿意伫这堂教会中间来受高举。当教会拄着意见无共款的时阵，愈是伫冲突甲问题中间来表现出来，互相的造就，互相的栽培，不是烂好人。伫互相的陪伴、互相的造就的时，若问题出伫咱的时，咱来倾受指导、受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咱，愿咱伫主的面前
因为问题常常带来是足大的祝福，就是机会。愿天父上帝帮咱，互咱人生中间所拄着每一个问题，包括伫你的家庭，你思考讲牧师有一日捌甲我讲解决问题的3个原则，叫做信望爱。牧师有一日甲我讲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智慧、聪明、计划、能力跟知识。保罗伫今仔腓立比书中间，我为你们祷告，在你们的爱心上，知识跟见识多而又多。伫咱的听顶悬，互咱的知识财物拿起天。听心毋是一个打烂仗，对啊讲毋对啊好，毋是。真正听心是有一个清楚的原则。咱需要有圣神的帮助。求天父上帝将今仔日这2段圣经讲互咱听，兄弟姊妹，你若欢喜听，愿主的话，互你得到智慧、聪明、计划、能力、知识，阁有上帝的灵，甲你三甲地地。请永恩牧师甲恁提醒：眼见不一定能为凭。耳闻不一定可信。愿咱真做一个做代志有智慧、求真的精神、求善的精神、求人求爱的精神。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有听到，这种人毋是凭伊目睭所看来审判。这种人毋是用伊的耳孔所听来做判断。主我要针对一个有判断是非的人，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主帮助咱，无做一个制造问题的人，乃是一个用信望爱来解决问题的人。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独只有一个愿意过信望爱生活的人，才能够成为人和平的使者，帮助人甲人和解，帮助人甲上帝更好，因带人定心都会到上帝的面前。无人会当做这个工作，只有相信。所以牧师学一个功课。越困难的事情，越要多祷告。还在懂你吗？有真多代志，咱无能有力，无能为力。所以牧师就开始甲恁分享迄个尼布尔，然后尼布尔牧师伊会记得讲，主要赏赐我勇气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但是伊知影有诶，伊无能力通改变。赏赐我平静的心去面对。我无法度改变，互我安静祈祷，就赏赐我平静的心，赏赐我智慧，互我判断，什么是我会当改变，什么是我袂当改变。伫圣神的面前的祈祷，咱也知影咱无法度改变，咱该摕出来。咱若上帝讲，做这项代志，请你帮助我，因为这项代志。我无能为力，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伊将这种的祝福、属灵的气力、属灵的智慧、属灵的能力，放伫咱的生命中间，嘛是咧贴砖啊。拄则牧师讲，做一块一块贴，后来贴出一道围墙。但是今仔日最后，咱要祈祷讲，上帝的祝福。一块一块贴，有一日要贴出一间上帝恩典的圣殿。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每一个礼拜，上帝将真理的砖仔角放伫你的心内，一块一块一块。伫到有一日，咱毋免思考，因为伫咱的心内，上帝已经起一间礼拜堂圣殿。咱逐日都伫遐敬拜上帝。今日腓立比书第1章11节，
伊讲，互恁结出最多果子，通归荣光天父上帝。这才是今仔日的结论啦。最主要毋是要互咱有能力通解决问题那点。咱结出最多果子，最大的目的是要归荣光互天父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愿咱用归荣光互上帝，做咱一生最大的态度甲使命。愿今仔日的圣经进入咱的内心，互保罗所讲的这些话，会当帮助咱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心。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心？圣经伊真正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看法，耶稣基督的态度。当咱拄着问题，咱毋知要安怎出手的时；当咱拄着问题，咱毋知要安怎出手的时阵，咱要安怎做？记得，你甲主耶稣讲，主耶稣，今仔日伫这项的代志，你会安怎做？主会甲咱讲，如果咱若真正愿意互主出手，主伊会甲咱讲。保罗伫伊的批信最后互腓立比的教会，伊讲：既若是信实的，既若是可敬的，既若是公义的，既若是清气的，既若是可爱的，既若是有好名声的，各种的品德，通互众人学乐的，恁拢爱放伫心内。亲爱兄弟姊妹，你愿意吗？每一摆读圣经，认捌上帝的水；每一摆读圣经，认捌上帝的水。你甲上帝讲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讲，主啊，你将伊放伫我的心中的砖仔角，钉钉塔塔。主，你用你各种的水，你的荣耀，你的良善，你的公义，主，你踏伫我的心内，归荣光互你。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卡伫今仔日的礼拜，用听甲善良赢过黑暗甲邪恶。无论人安怎，愿上帝的圣神耶稣基督保护甲咱遮早。咱莫用脾气甲情绪去处理问题。愿主祝福咱兄弟姊妹做见证。以前我做不来，但是上帝帮助我。人的个性歹改，我知，我家己嘛是安尼。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所以听这上帝祝福你，兄弟姊妹，你家你边仔的兄弟姊妹讲，上帝祝福你。咱花手来祈祷好不好？为着咱的改变，咱来祈祷。充满我，充满我，主圣神；充满我，充满我，主圣神。洗清我，洗清我，主耶稣的保护；洗清我，洗清我，主耶稣的保护。至圣的上帝，将你的良善甲各种属天的性情放伫我的内心，互我活出你的荣耀，荣光你的性命，到永永远远。阿们。